代表山地原住民選區的議員施予信往，面對全台灣各縣市敬老卡進行總檢討，伊發現6島當中，目前也是只有台南完全無社會福利點數，其他城市除了有交通補助以外，甚至也包括門診掛號、運動等生活範圍。所以佇總日巡，這個要求市府毋是要比亞多。就是一定要有一個開始，先求有再求好。全台各縣市已普遍推動社福點數的制度，但仍有我們台南市、雲林縣、基隆市、宜蘭縣、澎湖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尚未實施，其中6都之中更只剩台南市仍未推動。目前社福點數是政府的，我們是否是還在評估呢？還是其實已經有初步的方向？只是尚未對外說明。您剛剛提到的這個我們敬老卡的福利點數，我們是不是要邁出第一步？邁出第一步要怎麼邁出第一步？我們一定會審慎規劃希望時間點日出的時間點是在下一次的定期會，也就是在7月到第8次定期會的時候，729開始的定期會，一直到10月份的那個是定期會，我們會來思考要不要做，要不要放進去下個年度的這個我們台南市政府的總預算，還是用要不要做的來跟您做一個比較清楚的報告。另外，為了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承，議員以台北為例，因除了有個人語言能力認證的獎勵，也加碼有每戶家庭生源6000塊，指導老師上懸1萬塊的鼓勵，希望咱台南賣當用獎勵誘因來跟進，借着親子共學的制度，深化原住民族的傳承。台南新聞，阮籍林英光採訪報道。